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16年8月2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马太福音16章第5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法教。细个时阵老师总是互阮一个作文题目，叫做我的愿望并且伊会教导学生将来爱做大官啦、做大事啦。有一寡同学总是写讲将来要做某某总统安尼啦但是我的同学伊姓蔡好咱亲像讲一定要做大官，做一个某某总统，才会当出头天才会当做决定影响别人其实呢，影响咱无一定着爱伫某一个职务啦、某一个官位啦，还是讲一定要姓啥物啦像有人就是特别去改姓啦想讲会当伫政治有啥物款的利益安尼啦伫信仰的顶悬，咱常常会听到一个人会讲用性命影响性命。是啦，但是问题是，啥物款的性命就会有啥物款的影响。有一个人是正向的，但是有一个人是负面的大概伫牧师各种的时期，阮兜总算有一台车啦但是是二手车，是日本的叫买无偌久了后，就去互偷去有一天警察找着掠着迄个贼头，结果发现是卖车的人偷的啦，而且因一家3地人拢是贼，即种是极负面的一个影响基督徒要爱诚做啥物款影响咱的人，做啥物款的教母，亲像法利赛人吗？亲像撒都该人吗？或者是爱甲约瑟同款。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记载着约瑟安慰伊的阿兄，无需要因为进前对伊无好来烦恼伊报复，因为约瑟知上帝伫伊生命中间的旨意甲计划，伊诚做一个真好、真正向的教母，不但影响伊的家族，更较影响当初时上强的埃及。雅各死了后，约瑟兄哥就讲：约瑟若要怨恨咱，一定会照以前安怎歹款待伊，甲咱报复。因就拜托人去甲约瑟讲：你的老爸伫要死的时有交代讲，恁着甲约瑟安尼讲：以前你的兄哥歹款待你，你着赦免因的过失甲罪恶。当阮是你的老爸，上帝的仆人，求你赦免阮的罪恶。因对约瑟讲这话，约瑟就哭出来。伊的阿兄过来拍伫伊的面前讲：阮是你的仆人。约瑟对因讲：毋免惊，我哪会当代替上帝？以前恁对我的意念是歹，毋过上帝的意思是好。今仔日才会当有遮济人活地。当恁毋免惊，我会照顾恁甲恁的囝儿。约瑟用仁慈的话来安慰因，互因安心。约瑟甲伊的老爸的家眷拢住伫埃及。约瑟才101岁。约瑟有看到以法莲第3代的孙，嘛认马拿西的孙马吉的囝做继承人。约瑟对伊的兄弟讲：我阁食无偌久，毋过上帝一定会照顾恁，带恁对这上去到恁立誓应允要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咒诅。约瑟讲：上帝一定会照顾恁，恁着将我的骨骸运到转去伫迦南地。约瑟死，拄101岁。人用香料甲伊抹，将伊放伫棺木，停伫埃及。耶稣基督
伊嘛提醒劝勉军队者毋通学习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诚做无好诶教母，甲人有无好诶影响。马太福音16章第50、92节，圣经记载，门徒到湖迄边，才知因袂记得带饼。耶稣甲因讲，着注意，着侍奉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诶人会教。因互相议论讲，是因为咱无炸饼是无？耶稣知影就讲，小信诶人，恁是安怎伫议论无炸饼诶代志？恁减袂明白，我减袂记得我用5个饼，互5000人食，食剩会恁有捡几若？恁减袂记得我用这个饼，互4000人食，食剩的恁有捡10几人？安怎恁无明白我？甲恁讲诶，毋是关系饼诶代志，着侍奉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诶教。即个是门徒才明白，耶稣毋是咧讲饼，是咧讲侍奉饼诶教。着侍奉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诶教士。所以呢，不但卖学习遮诶人。佮爱提防去，互因影响陷入伫迄个陷阱诶中间。诗篇124篇，以色列讲：若毋是上主有冤，若毋是上主为咱，人起来攻击咱，就对咱发生气诶时，一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大水就甲咱冲走，大涌早就淹没咱。凶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死，咱着称赞上主，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者落目。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人的罗网，罗网破裂，咱得到逃脱。咱得到帮助是靠上主的名，是天地的创造主。感谢主提醒阮，着爱诚做有好用力的人，毋通。着爱避免互这个法利赛的教母来影响，佮爱诚做一个好的教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